来看健保补充保费就要改革啊！卫福部长赵宗良表示，健保费率未起的前提之下，即要提出补充保费的三大改革，包括鼓励利息、租金的所得，目前是一笔超过2万才会放扣2.11%的补充保费，未来咧是一年超过2万都会放扣钱啊！民众若拆做几若笔入息嘛无路用啊！若新制上紧2017年就会施行。这阵啊，大股的水面正强，交易收入为了增加健保的财源，卫福部研究修改《全面健康保险法》第31条，针对鼓励利息、租金等收入，一年内累计超过2万块，都要收补充保费。是算公平吧？因为本来就是多的。拿得多磕得多啊，这样感觉被课2次税啦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就有正交税1次了嘛，然后你现在获利2万块以上又课1次。健保补充保费改革引起不少民怨，卫福部长赵宗良7日中昼临时召开记者会，亲情会上说明，补充保费会有3大改变，包括鼓励利息加租金所得。即晚单笔超过2万，才会扣2.11%的补充保费。第四部分民众拆单分几落介入息，未来会改用全年结算制，预估影响差不多480万人。另外，未来年终绩效、专案奖金等非经常性给付，若超过最低基本工资4倍，也就是11.4万，都要交补充保费，预估影响200多万人。另外，高所得族群补充保费扣缴由上济1000万提高到5000万，预估影响1000人。除了推动这个年结算制以外，其实更重要的应该要跟财政及税务单位合作，来强化所得资料的整合以及勾稽，不然量能付费的原则也只会停留在理想。有能力的人可以多帮忙这个弱势，那么多负担一些这个保费的部分。赵宗良讲，每年健保总额支出是9883亿，当年保费的收入是接近9000亿，所以一定会慢慢无够，所以必须要调整财务结构。伊阁讲，修法草案即阵就甲各界沟通，也针对开定金额阁做研究，要互这些上班族有小可零用钱。草案上紧今年底到明年初就会送行政院审议，明年送立法院修法，上紧后年116年上路。记者采访报道。